咱看到就是台北市议会即马上新的现场。另外，这方面继续要来关心中营航空公司头家辛劳因为罢工的代志，大家闹甲无欢喜。昨昏一个细站的空服人员，伊讲伊出国休困这段时间，无回复公司寄予伊的电子消息，互人点名做记号，认为讲伊是罢工的组员，佮互警卫赶出去公司。这个生气即马甲决定要罢工，也毋过即马有网友发觉讲，这个空服人员21号就甲相片换做当日罢工，是安怎隔天讲又佮讲？是互人罢工，怀疑伊是家己无指出的。我甚至没有在这罢工之前，就是请过假或是做任何事情，这都是我合法的休假。可是长荣航空拒绝我进入长荣航空内部。好，既然你不让我上班，那我就来罢工。空服员气噗噗讲，家己干那是出国休假，无回公司的底线，回国了后就互认定是罢工的成员。细站的空服员讲，家己的罢工嘛是封闭的。这边就是大棚子在。就在静坐，再想一下我到底要不要进行这件事好了，结果我就进不去。一直强调是公司先对伊无情的，因为生气甲无奈，嘛干那会当参加罢工。不过这个讲法即马煞红洗面，有网友查到细站的空服员早伫个21号下晡3点49分，就甲人面册相片换做罢工的相片啊。22号到罢工的现场，佮讲家己本来是准备要去上班，无要罢工的，方质疑头前后壁对袂起来，敢讲是伊家己咧搬戏。中营嘛回应讲，细站的空服员无法度通过门禁的管制时阵，有主动甲伊联络，不过伊拢无表示。尾手细站的空服员伫人面前回应讲，甲相片换掉，是因为感觉应该爱甲同事赞声尔，家己无想要罢工。若是有，伊应该头前会讲会去上班，到尾啊煞甲雄罢工，不过伊无安尼做。这个会员其实是算是工会的积极会员，参与很多工会的活动。我们不清楚他中间是为什么后来选择回去上班，但是他后来最终仍然选择了参与罢工行动。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可定的事情。所以他本来是真的要去上班。根据他的本人说法是这样。劳资双方的网络战开始拍，中营的地勤伫人面前发动的历史大活动顶的有人分享，毋是工会成员，执勤结束了后，佮爱业，批评工会，互人真惊吓，拍歹员工的感情。毋过嘛，互掠到破文的人，可能是反罢工的人，想要拍歹工会名声，为司法战到心理战、网络战两边相比斗，毋知影会战到当时才会收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